大家吉祥。佛誕對於我哋每一位佛教徒嚟講，係每年一個好重要嘅節日。佛陀誕生喺人間，讓大家學習覺嘅教育。覺有自覺、覺他、覺行圓滿嘅意思，亦係代表佛陀嘅德行。而覺嘅同時，亦係潛藏喺我哋心裏邊。從自覺嘅開始，我哋可以時刻以平常嘅心去安住自己嘅心，唔好經常俾外在嘅因緣牽引，應該以歡喜同埋毅力嘅心去對待人生種種嘅挑戰，並時常懷住慈悲心去看護同埋守護大家。最後，令我哋學識點樣和諧去看待人與人、事與事，亦係佛陀誕生喺人間一大嘅任務。祝福大家佛誕吉祥，和諧自在。